美國佛羅里達州日前發生一宗短吻鱷傷人慘劇，一名31歲女子同男朋友及一名女性朋友喺州立森林河道戲水消暑期間，突然遭到一條巨型短吻鱷襲擊，鱷魚咬住女子雙臂，其中一隻手臂當場被咬斷，另一隻亦只剩低皮肉相連。直到鱷魚鬆口，男友同友人合力將佢拉返岸上，但女子最終喺送院途中不治。事發喺6月28日下午1點左右，地點係塞米諾爾郡嘅小大艾孔州立森林。當時受害人布里塔尼同男友喺艾孔洛哈契河中嬉水，突然一條長約4米嘅短吻鱷從水中竄出，咬住佢手臂。男朋友嘗試救起布里塔尼，但力量懸殊，兩人一度被拖入水中。男朋友設法令女友短暫掙脫，但鱷魚再度咬住佢另一隻手臂，最終鱷魚鬆口，男朋友同友人合力將佢救上岸。同行友人即時報警，根據警方公布嘅錄音，友人語氣極度恐慌，指布里塔尼雙臂嚴重受傷，一隻手臂已被咬斷。男友為免女友暴曬，喺岸邊搭起臨時帳篷遮太陽，守候救護車到場。救援人員趕到後即時急救，但布里塔尼喺送院途中宣告死亡。男朋友事後接受訪問時含淚表示，布里塔尼臨終前只叮囑佢一定要照顧好我嘅德國牧羊犬霍基，呢句就係佢最後嘅遺言。家屬同男朋友悲痛萬分，形容布里塔尼熱愛大自然，充滿活力。男朋友承諾會履行承諾，一生守護嗰隻德國牧羊犬。